著名的朝府亭啊，这是朝府亭，这是整个景点中最精彩的一个。最精彩的一个。刚才那钓鱼那大哥说他在一天晚上能钓5斤鱼，然后回去5斤鱼那人说我这个乖乖，然后他说5斤鱼算什么？就这个小酒一会儿就喝光了，那人就羡慕的不得了。真的5斤鱼，你看朝府亭啊，这不写着吗？朝父是吧？哦，是古代的时候的朝部落的首领。尧时的，我的尧舜禹，天哪，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时候？尧舜禹都上来了，那是什么时候啊？就差上姜子牙了。啊！尧舜禹广啊！我操，那够远了，久远了呀。